所以如果介意嘅話，就可以話走啦，唔使睇啦。如果唔介意嘅話，我哋就繼續睇。Hello， 我係 Andy， 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一個商場上蓋嘅樓盤，富人城晉裕。呢個屋苑樓下嘅商場叫做 Top Park， 係目前中山最新最大嘅一個商場嚟嘅。好多朋友就應該都有過嚟行過街。咁佢門口呢度就有一個直通巴士，可以直接搭車翻到香港嘅屯門啦、太子、灣仔呢啲地方嘅。呢個屋苑目前剩低最後20幾套單位喺度清貨，面積有99方至到135平方嘅，毛坯同精裝都有。如果你想喺中山揾一個樓下有商場又有直通巴士嘅屋苑，呢度絕對係你需要睇嘅一個地方。入咗嚟之後嘅話，呢邊就係佢哋屋苑嘅花園啦。可以見到嗰啲樹木花草都非常之繁密，而且樹嘅品種係非常之多嘅。我哋中間呢度都有一個大樹菠蘿，啲菠蘿蜜喺呢一度。咁佢嘅樓間距都係非常之闊，好似呢度7座同埋呢一邊嘅1、2座嘅樓間距都有60、70米嘅，非常之闊落。成個園林嘅維護係做得非常之靚。呢邊最早一期收樓係2022年嘅收樓嘅，咁到依家就已經有4年嘅時間。可以見到佢成個園林都好似全新嘅咁樣，維護得非常之好。咁我哋依家過嚟呢邊就睇3座同4座，依家係清貨階段，就剩翻呢2座。因為佢依家剩翻啲尾貨喺度清緊嘅話，價錢相對會實惠好多，而且係大裝修。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依家嚟到3座呢一邊，3座全部都係2梯4伙嘅設計。咁電梯出嚟呢個分層大堂嘅話係非常之闊落，有2.2米嘅呢個闊度。你入家私或者入梳化嘅話，呢邊嘅空間係非常之大嘅，而且可以見到佢分層大堂呢啲牆磚同埋呢啲木料，全部都好實淨嘅，非常之靚嘅呢啲材料嘅。因為富人城呢個老細佢其實都係自己有做裝修嘅。咁呢一邊係124方3房2廳2衛嘅設計，咁係一個大橫廳。咁到時交付嘅話就呢個天花、鞋櫃、電視背景呢啲全部都係有嘅。呢個月買嘅話仲可以申請贈送呢度有梳化、餐台、餐椅呢啲可以贈送俾你。咁睇下露台呢一邊，露台呢一邊係睇翻外街呢一邊。咁樓下呢一度就係一條內部嘅路仔，雙向係4車道嘅，車係比較少。咁呢邊嘅3棟同4棟就會有一個問題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呢邊係睇住山頭嘅，山頭上邊會有啲嗰啲嘢喺嗰度，所以如果介意嘅話就可以話走啦，唔使睇啦。如果唔介意嘅話，我哋就繼續睇。咁呢邊過去隔籬呢個公車站就係 Top Park 嘅商場，咁呢度都會有榮里嘅直通巴士可以翻香港嘅，就喺呢度搭車上車，其實就好方便嘅。咁喺呢邊就係屋苑嘅門口出入口，呢度出嚟之後嘅話，行翻下面呢一度就可以過呢邊搭車翻香港噶啦，就咁樣行過嚟。你依家都可以見到啊，有一部榮里嘅巴士就喺呢一度停住喺呢度，搭車就可以翻香港啦。OK， 我哋跟住再睇下室內。其實佢呢邊嘅嗰啲裝修用料都非常之好嘅，好似呢個玻璃門，佢都係用 YKK 嘅呢個牌子，非常之貴嘅呢個牌子，用料非常之好。咁呢邊就睇下廚房，廚房嘅面積會相對細少少，不過非常之夠用嘅。咁佢係做好2邊1字形嘅呢個櫥櫃，跟住呢邊就係一個2.6個方嘅呢個生活露台，睇翻內園呢一邊。景色就冇咩景色，就係有個位置可以使用。咁包括廚房嘅呢啲新建圖都係用豐泰嘅呢啲牌子，到時都係做好交付嘅。呢邊買呢邊嘅話就係你可以好簡單，唔使去煩，就見到乜嘢就係乜嘢啦。因為佢呢邊呢個發電商佢都係以質素出名嘅，做嘅呢啲料啊，你睇下呢啲都係用嘅高儀嘅呢個牌子。呢啲非常之高級嘅嘢。咁呢邊洗手間嘅闊度都係有1.5米嘅闊度，正常嘅尺寸。左手邊呢間房係有10個方嘅，咁可以擺到1.5米嘅床啦。呢邊做一個衣櫃啊，裝咗冷氣都係做好嘅。跟住呢邊呢間客房就細少少，8.8個方。
呢邊就做一個兒童房，咁床就擺喺呢個位置，呢邊就擺床頭櫃做衣櫃，或者係床尾呢邊做衣櫃都 OK。跟住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呢邊係有15個方，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，佢呢啲鏡櫃啊，呢啲鋁板啊，全部都係好實淨，好好嘅。跟住主人房呢邊，到時會贈送埋呢一個床褥，衣櫃呢啲就全部係做好嘅，冷氣機都係做好嘅。呢一隻124方，目前剩翻係456呢3樓，咁佢嘅總價圍起身就180萬都唔使嘅。OK， 跟住睇嘅呢一隻都係3房2廳2衛，呢一隻係細3房，啱先嗰隻係大3房，咁99平方嘅。入咗嚟之後嘅話，右手邊呢邊就係廚房嘅位置 ，L 型嘅櫥櫃，呢邊有一個單開門嘅咯，細嘅冰箱位喺呢度。咁呢邊都係一樣嘅交付標準啦，有呢啲抽油煙機啊，仲有呢一啲嘅消毒碗櫃。咁入到嚟嘅話，呢一隻嘅戶型就會比較靚仔啲，佢係南北對流嘅雙露台設計，呢邊飯廳，呢邊係客廳，客廳嘅區間係有3.1米嘅區間，咁客廳嘅面積係10個方多一啲啲，同樣嘅方向都係睇翻外街呢一邊嘅，跟住呢邊呢個露台就會大啲，生活露台，佢到時會做埋呢一個洗衣機櫃俾你。咁呢邊就會闊落少少，闊度係有2.5米嘅闊度。咁呢邊就睇翻商場嘅呢一條天橋，跟住再睇下啲房間。呢邊3間房嘅面積都差唔多。右手邊呢間客房係有8.5個方，到時會贈送埋呢一個床褥嘅。咁呢邊佢嘅冷氣機用嘅係大間嘅呢個牌子，開關面板係用西門子嘅。咁啱先都講過啦，買富人城呢一邊佢嘅質素係有保證嘅，而且係現樓，商場都係可以嘅。咁呢個地段你依家睇到點樣就係點樣噶啦。咁呢一間客房就細啲，6.3個方，基本上就係擺一張1.2米嘅床，或者係做榻榻米。跟住入嚟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係有14個方，到時都係做好呢一個衣櫃交付嘅。咁呢一張床就唔係贈送嘅，就係打廣告嘅，芝華士佢哋喺度做廣告。咁主人房呢邊嘅洗手間，都係比較闊落嘅，佢呢邊沖涼區都比較長啲，做咗呢個壁坑喺呢度，可以擺洗髮露啊呢啲嘢。嗰啲膠樓嘅質素同埋嗰啲用料都可以非常之放心去使用嘅。因為呢個發展商係中山本土嘅發展商，追求嘅係以質素為主，所以好多本地人都會選擇佢，因為佢呢一邊嘅產品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呢一間99方其實之前都有介紹過嘅，依家做特價清貨，剩翻最後5間，總價圍起身就唔使150萬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去 WhatsApp 或者評論區揾 Andy 攞更加多資料。OK， 我哋今集就講咁多，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